歐陽神父、陳執事、各位教友大家好，我係李陳允彤，我嘅英文名係 Kenny。好多謝天主，我今日喺呢度可以分享到我嘅信仰皈依嘅歷程，同埋點解我會成為堂區婚姻與家庭幹事。我嘅爸爸媽媽係非教友，但係我由小學至到商科都係喺天主教學校嗰度讀書。喺中學畢業就喺聖瑪加利大堂嗰度領咗洗，並且加入聖母軍。我搬咗嚟呢個堂區已經30幾年。雖然我領咗洗已有好多年，但係我嘅信望愛三德同埋對耶穌嘅慈悲、人間嘅疾苦嘅認知，一直都係好膚淺。直至到2010年，我嘅身體出現咗毛病，喺照超聲波嘅時候，我就知道我嘅肝臟同埋我嘅腎臟係有咗影，我好擔心。於是喺慈悲主日，同丈夫一齊祈求耶穌賜我力量去克服困難。2日之後，我去見一位醫生，醫生懷疑我係癌症，我於是就去照電腦掃描。喺過程嘅時候，我個女為我念玫瑰經，結果係我嘅肝臟同埋腎臟嘅影都不藥而愈消失咗。喺嗰陣時，我先至明白到耶穌同埋聖母係最慈悲嘅，因為佢哋唔單止係聆聽咗我哋嘅禱告，而且仲賜俾我最好嘅一份。原來呢個係天主要轉化我嘅開始。喺跟住嗰5年，我仍然有各種唔舒服，要去政府唔同嘅專科部門嗰度覆診。本來我係好好動嘅，要停止晒所有嘅義工同埋登台表演，變得終日心煩意亂。我多咗喺屋企祈禱、讀福音同埋聖詠、默想，並且用畫畫同埋寫信俾天主去反省、悔罪、更新同埋感恩。天主派咗好多天使，用愛心同埋耐性嚟幫助我。透過佢哋嘅慈悲面容，我終於領略到人間疾苦，同埋有咗慈悲心，容易為受苦嘅人流淚。我曾經因為生蛇失眠，每到半夜，我嘅肋旁就好似俾刀吉、俾電擊咁樣痛醒咗。後嚟我諗起十字架上嘅耶穌，為咗愛人至死之前所受嘅種種苦難，我嘅痛楚簡直係微不足道。我慢慢咁樣重複咁樣呼求耶穌，耶穌，終於瞓着咗。當我身體好返啲嘅時候，我就去為敬禮慈悲耶穌嘅禮儀做領經員同埋證道，亦都參加分委會嘅足印同行熱線，去聆聽安慰其他人，為人祈禱，又為鮑思高協進會嘅青少年同埋堂區主日學嘅小朋友服務。我終於喜樂平安咗。喺2015年，我成為主日學嘅導師，為主日學編導咗一個兒童劇，叫做《聖誕奇遇記》，就喺呢個聖堂呢度演出。2016年，我成為咗一個希望嘅朝聖者，我去咗羅馬嘅4大聖殿嘅慈悲聖門、耶穌聖心大殿、都靈嘅進教之佑大殿、慈幼會院，又去咗土耳其厄弗所聖母故居。喺嗰度，我見到冇咗雙手嘅聖母像，好心痛，跪咗落嚟，喊咗半個鐘頭，一直喺度諗，我應該點樣做先至可以成為聖母嘅一雙手嚟補償佢呢？答案喺今年我終於知道咗。喺2017年，我再為主日學
編寫咗一個時空穿梭嘅兒童劇《耶穌顯聖容》。好多謝主日學嘅導師幫我完成咗呢個夢想。喺2018年，我真係上咗大博爾山朝聖，感受到耶穌顯聖容嘅天地靈氣。我喺以色列嘅時候，我見到一個達味王彈住豎琴嘅雕像，啟發咗我去學豎琴，用嚟讚美天主同埋抒發我嘅情緒。我曾經修過一張瓜達盧佩聖母嘅畫像，就好似我而家着呢件衫一樣。聖母係維護生命嘅主保，已經有490幾年嘅歷史。佢將自己嘅肖像印喺一個印第安人叫做高樂多聖高樂多嘅斗篷上邊。呢個奇蹟係令到墨西哥900萬本嚟拜邪神嘅原住民都成為天主教徒。每當我諗起幾時先至可以去到遙遠嘅墨西哥朝聖，就會流下眼淚。去到2019年，我雖然患有嚴重嘅肩周炎，但仍然可以跟住我個仔同埋我嘅新抱去咗墨西哥瓜達盧佩聖母大殿朝聖，之後仲去咗美國探親，返到香港總統傳銷。不過好景不常，喺2020年開始，我一對眼睛係俾眼疾困擾咗3年。我親身體會到就嚟失明嘅苦況同埋恐懼，好多謝我嘅親友為我祈禱，手術係成功嘅，我終於係可以重見光明。喺呢段期間，我係退出咗耶穌傭兵同埋熱線服務同埋其他義工，我修讀咗恩保德神父同埋夏奇龍神父嘅救恩史同埋基督網上課程，去鞏固自己嘅信仰。當時我亦都睇到香港有一個現象，就係好多家庭因為俾社會運動同埋疫情衝擊而分裂，直接影響咗老中青3代，感到好難過。喺2023年12月，我喺堂區見到一個海報，係寫住堂區家庭牧民助理訓練課程。我好想報讀呢個課程，一方面係增值自己，另一方面希望重新為堂區大家庭服務。我得到廖神父嘅支持，同埋向堂區議會推介。畢業之後開始喺堂區實習，協助親子培育聚會、嬰兒聖洗、家庭探訪、夫婦重宣婚姻盟誓。睇到教友參加咗啲活動之後，有啟發同埋有得着，自己都好開心。喺本年嘅1月，我效法聖母樂意為人服務嘅精神，回應咗廖神父嘅召叫，成為堂區議會婚姻與家庭嘅幹事。我亦都同2位家牧助理成立咗一個堂區家庭牧民小組。喺每個月嘅第1個主日，喺母堂嘅廣場同大家見面，去聆聽、關顧婚姻與家庭嘅事情，提供資訊俾大家。好歡迎大家同埋介紹朋友打電話嚟聖十字架堂留言俾你姊妹，我一定會回覆。今後我會繼續以愛還愛，同大家一起建設堂區，成為傳揚基督喜樂嘅團體，喺社區嗰度發光發亮。最後我借呢個機會，多謝各位神長、執事、教友嘅指導同埋協助，同埋家人嘅愛護。主佑大家。多謝 Kenny 分享。如果有人問我哋將來想要行一條點樣嘅路呢？當然，大部分人回答
想要行一條舒服、安樂同埋冇乜困難嘅路。如果真係遇到困難嗰陣時，我哋會盡力避開困難。作為基督徒，我哋都會得，可能都會係差唔多。邊個會選擇充滿困難嘅路呢？喺咁樣嘅情況之下，我哋自然問天主：你係好好嘅天主，慈悲嘅天主，同埋愛本身嘅天主，但係你點解將咁樣嘅苦難放喺我哋面前嘅呢？不過佢冇俾我哋明確嘅答案，所以我哋覺得佢冇攞走我哋嘅困難，只係留低痛苦俾我哋。喺生活當中有咁樣嘅諗法，好容易陷於誘惑，好容易埋怨同埋犯罪。終於我哋會離開天主。我哋而家過緊四旬期，每個星期五透過擺苦路，我哋想要再次諗主耶穌行咗苦難嘅道路，甚至我哋都想要同主耶穌同行，但係我哋接受唔到喺生活當中嘅苦難，因為我哋覺得主耶穌接受嘅苦難同我哋嘅苦難唔同。仲有喺生活當中，我哋感覺到只係一個人面對痛苦，但係我哋一定要記住，唔係一個人，而係天主同我哋一齊同行。我哋好清楚知道主耶穌點解嚟到呢個世界，仲有作為天主嘅獨生子，佢可以避開苦難同埋痛苦嘅十字架道路，但係佢冇咁樣做。佢直接表示出偉大嘅愛、無限嘅慈悲同埋復活嘅希望。主耶穌同我哋一樣咁面對人類所有嘅嘢，開心、喜樂、痛苦、悲傷、誘惑、被背叛。喺呢條路上，佢忍受咗比我哋更多嘅恥辱、更多嘅背叛同埋孤獨。最後，佢被釘喺十字架上，犧牲咗生命。喺十字架上嘅最後一刻，係主耶穌表示出最高峰嘅愛。仲有佢對我哋每一個人曾經經歷過痛苦、經歷緊或者將會經歷痛苦嘅我哋，俾出安慰。我唔知道其他人嘅情況，但係基督徒望住十字架嗰陣時，喺心裏面令我哋感受到主耶穌嘅苦難同埋痛苦。仲有喺十字架，我哋得到安慰、愛同埋生活嘅力量。
十字架嘅道路。雖然正如我哋知道係受苦受難嘅道路，但係同主耶穌一齊，我哋唔再係痛苦。我哋再次望住十字架，諗下十字架嘅意義，然後將天主嘅愛放喺我哋心裏面。天主保佑。